请问，若讲到恁莫伫咧正人面头前做三愧，啊是咧叫人唔通伫咧正人面头前安怎呢 ？A. 莫表现恩爱 ；B. 莫假鬼假怪 ；C. 莫伫遐使性地。嘿，你有40秒时间。哦，40秒的时间。是做三跪，做三跪，我有听三跪哦。三跪，三跪。假鬼假怪吗？假鬼假，还是假？你想讲，你想是假鬼假怪吗？做三跪是咧拍性地，拍性地，拍性地，拍性地。刚开始拍性哎，地，啊，看到。使性地。使性地，唔是拍性地，是使你性地。感觉呢？啊，队长，你感觉？我感觉是使性地呢，因为你想杀亏好不好？杀亏杀亏喎，杀亏就是上做三跪。金牌，就伊甲杀亏是，我想。同款，差不多。哦，你认为伊甲杀亏是差不多的物件？差不多的物件，所以就是金牌嘛是使性地。使性地。哦。好。C。我的答案是 C， 使性地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使性地对唔对唔对？对？来，机会来啊！4000，即嘛是6000哦，6000。是，使性地应该无啊啦，对啊来，剩两个表现恩爱，啊，假怪。假怪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吼，因为吼，阮 A 甲 B 分袂清楚啦，啊，阮这边有两个讲 A 啦，啊，这两个无意见啦，无安尼咱就 A 啦，甲 B 看卖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表现恩爱对唔对？哎呦，来，运气啦，运气可怜啊，你着6000咯，厉害！来，咱来请老师解释。这个性较古早的话啦吼，啊，你若听人讲哦，两个老王阿母过伫遐咧做三魁，哦，就是讲伫遐咧打情骂俏啦。哦，啊，咱过去山顶哦，满地人定拢会唱小波歌啦。啊，咱嘛讲因咧唱小波歌的时，拢是伫遐咧做三魁，因为小波歌就是查甫吼。伫安那像咧谈恋爱安尼啦，哦，所以迄人拢叫做做三魁，所以有做三魁小波歌。